上司扎西德勒，这是的嘞。我是 Christina，我是新加坡人，我现在住在香港。那我想请问一下哈，我的小儿子今年呢大概12岁，然后他开始已经有了一些叛逆的心态，那讲话会顶嘴，那态度有时开始很无理。那我请问一下，我可以怎么样的跟他好好相处和教导他呢？哦，这个呢，就我是自己没有小孩的人，所以就很多时候这种，真的是也是一种带小孩有关系的这种家庭的这个生活的有一些细节呢，我们用佛法和大人的这种这个生活处理的方式来讲话的时候，我是担心会不会讲到的不是真正的这个就能够有帮助的这个地方我是应该可以说是没有100%的信心自己讲出来的东西，但是没有关系，确实是我也可以分享我的看法嘛那因为这个呢，我觉得小朋友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十几岁那个时间呢，有叛逆的现象是本身就是非常正常的。第一个，所以应该也不需要看得那么严重，我不一定说是，我不是说是你讲的想的很严重，但是说有些真的是就是比较正常，但是我们尤其是我们东方人嘛，父母有一个自然而然有一个自古以来有一个观念，就是你不应该顶嘴，你应该要孝顺，你应该要听长辈的话，这本身的一个教育的一个原则。然后就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如果这些叛逆呢，可能是更不容易接受，明白吗？这种不接受的时候，就是你可能会有更多的理由，然后用这个理由来劝他的时候，对于他而言，这就变成一个更叛逆的一个原因，明白吗？这种我们越讲道理越大声，越觉得我对的时候呢，就是反而呢，就是对这个对方呢，就是容易产生反感。那种反感呢，就是他就是因为主要是我们这种讲话和想法呢，就是他很在乎的是认同，认同。所以呢，我们的认同，所以呢，我们这种讲话可能会直接就是伤害了他的自尊和认同，明白吗？所以就形成了就是一种对立。那这种呢，就是越来越就是有摩擦很大，就是然后呢，就是久而久之，就是真的两个人就是中间好像有问题，沟通然后有点他也就不想看到，不想听到，反正这种重复性的东西，其实我们以为是他们不懂事，他们非常敏感，非常聪明，他们的记忆里面任何好事坏事、对事错事、认同和什么都是，他们其实是非常清清楚楚的。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作为长辈，但是呢，我们也有一些地方可能要让步，明白吗？明白。再加上呢，就像从前年到现在，香港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有很多社会上的当时的一些很多的这个，然后后来疫情到现在这2、3年都是一种很混乱的一个状态。是。这个也就是这个小朋友长大的环境嘛，我相信是直接有这个受到这个影响。那这种环境里的他的这种叛逆和有一些事，我是发现是有原因的。
不是他变坏了，可能是他这个成长他需要的这个精神的有一些，就是就是一种胃镜，可能是缺了一些东西。我这边也看到一个我的朋友也有这样的，他们而且呢，可能会有一些家庭的这个生活背景啊、生活啊这种模式，然后他也有一些什么，有一些缺乏感。嗯，明白。这种缺乏感，他心里就是已经累积了，然后就会变成就是比较敏感。对。但是这个敏感，但是呢，多一点鼓励。好像有点让步，但是让步有一点原则和底线的，明白吗？比较安全和比较 OK 的范围内，就他多一点有他的一个空间。是。好，用这种来就婉转的，然后就是也鼓励他，也要就是关注他。OK，那我明白。这是我的对对对，那可能真的好像你说的，我领悟到，可能也是，可能我也比较一个妈妈的心态，就希望他对对对好的，那开始变化就觉得不知所措，也可能是管的比较严，要求的比较高。对对对对对，要是看在大人的角度来看，对对对没有往他的角度看，对对，就担心多了点。对，担心多的话呢，就变成他就是越来越就是可能会有点排斥的。嗯嗯，是的，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用我们的角度看的时候，本身就是这样的。是，嗯，好，明白的，谢谢上师，谢谢，对不起。感恩。